大家過嚟見到㗎，老母，大家記到過嚟見到㗎。好啦，現場嘅各位朋友，讓我哋一齊熱烈嘅掌聲響起！灣區水鄉城新教共歡騰，2026年新教水鄉文化週暨嶺南美食嘉年華現在開始，請欣賞開場表演鼓舞飛揚。尊敬各位領導、各位來賓、現場嘅親愛嘅各位新教嘅村民朋友，以及係我哋現場熱情嘅各位遊客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之開心啊！我係今日活動主持人阿倫，非常之開心可以同各位相聚喺我哋呢個普天同慶嘅5·1國際勞動節假期。
當然啦，我哋在座各位都係光榮嘅勞動者，所以喺度咧都係首先祝各位5·1節快樂，勞動最光榮。同時啦，喺我哋今日呢個充滿住生機同埋喜悅嘅日子裏邊，我哋都係相聚歡聚喺美麗嘅新滘水清岸路底蘊深厚嘅紅棉灣公園，將會共同去開啓灣區水鄉情新滘共歡騰2026年新滘水鄉文化週暨嶺南美食嘉年華嘅精彩旅程㗎。同時咧，啱我哋欣賞到呢個精彩節目，亦都係感受到佢帶嚟嘅節奏明快、氣勢十足，亦係展現咗我哋新滘長者精神面貌，亦都係展現住、傳遞住我哋水鄉兒女嘅奮進同埋擔當㗎。當然，用以下呢首詩亦都係概括描述我哋今日嘅盛況㗎。水鄉漣漪映照住灣區發展嘅蓬勃生機，紅棉灼灼見證住新滘變遷嘅日新月異。鹹水歌聲傳承住非遺傳承嘅生生不息，美食飄香勾勒出嶺南煙火嘅溫暖模樣。嗱，今日啦，我哋都係同各位一齊，將會係以文化為媒，以美食為橋，齊聚新滘嘅紅棉灣公園。既係我哋延續非遺傳承嘅初心，亦都係展現我哋新滘社區喺8千萬工程綠美建設當中嘅碩果，亦都係搭建起灣區水鄉文化交流嘅平台，讓我哋嘅新滘鹹水歌可以走出新滘，走向灣區，讓嶺南美食香飄四方，共同感受我哋新滘水鄉嘅獨特魅力以及係時代風采。同時咧，我哋呢次嘅文旅週文化週亦都係將會為各位朋友帶嚟水上集市、鹹水歌墟、龍舟賽、美食嘉年華等等。我哋都係希望啦，可以大家沉浸式去感受水鄉魅力同埋嶺南煙火，一齊嚟度過呢一個開心愉快難忘嘅5·1勞動節假期㗎。好啦，現場嘅各位朋友，為咗進一步去傳承同埋發展我哋新滘嘅水鄉文化，深度挖掘本土嘅特色資源，所以我哋新滘社區亦都係精心打造咗新滘有福嘅文化 IP。我哋聯動咗轄區裏邊嘅在地特色項目，讓文化融入到日常，浸潤人心。今日咧，我哋都係將會利用呢個重要場合，為各位我哋呢個嘅在地項目嘅主理人進行授牌。我哋都係誠邀各位主理人與各位攜手同行，將我哋新滘嘅鹹水歌、水鄉民俗、嶺南美食等等嘅文化融入到項目嘅運營當中，一齊去擦亮我哋新滘有福嘅文化品牌，讓更加多嘅人通過呢啲在地特色項目去了解新滘、愛上新滘。接住落嚟，馬上舉行嘅係新滘有福 IP 項目共建儀式。下面我哋首先亦都係有請各位新滘有福 IP 項目嘅主理人請上台，我哋一齊傳承水鄉文物，共啟美好新程。接住落嚟，馬上進行嘅係水鄉文化週嘅啟動儀式環節。下面我哋亦都係掌聲有請其餘嘅各位主禮嘉賓請移步到舞台。今年咧，我哋全新嘅姿態嚟到紅棉灣公園呢度，大家會感受到啦。我哋8千萬工程嘅豐碩成果啊！好啦，呢個時間咧都係有請工作人員送上金鑼，準備敲鑼準備敲鑼，正式開始啊！正式開始啦，準備。好啦，呢個時間咧都係請各位主禮嘉賓攞起金鑼啊！好，請各位主禮嘉賓攞起金鑼，先將金鑼正面朝外先，我哋先影咗相先啊！嚟，請各位主禮嘉賓一齊對燦爛嘅笑容望向鏡頭。OK， 咁呢個時刻咧，大家一齊去見證啊！我哋稍後時間即將金鑼敲響啦，先影咗相先啊！我哋攝影師捕捉下呢個珍貴鏡頭㗎。OK， 好啦，我哋現場嘅各位主禮嘉賓請留意啊！稍後時間我哋會倒數3聲，然後咧請各位主禮嘉賓用力敲響金鑼3下。好，嚟啦！現場嘅各位朋友，讓我哋一齊開始3聲倒數，3、2、1，儀式金鑼敲響，正式宣布2026年新滘水鄉文化週暨嶺南美食嘉年華正式開始。羅美
明啟示亦都預示我哋以非遺為根，以美食為橋，激活新教文化活力，讓鹹水歌傳遍灣區，讓我哋嶺南煙火溫暖人心。好啦，我哋現場各位領導嘉賓呢個時候咧已經開始啦嚇，咁啊請各位領導嘉賓去幫襯一下、光顧一下。嗱，啱開始咧，啱開始會好平㗎，啱開始會好平㗎嚇，快啲嚟幫襯下啦，開個早市啊！嗱，我哋準備咗好多特色嘅水鄉嘅農產品，咁啊各位領導嘉賓咧可以先參觀一下，睇啱邊樣咧就即刻攞手機嚟支付就 OK 㗎啦。咁啊嗱，包括咧我哋新教啲特色農產品啊，亦都係順德嘅特色農產品。睇到啲樹上熟嘅綠色嘅香蕉，可能現場好多小朋友未一定見過嘅。因為經常我哋會去超市買都係黃色嘅，唔會有綠色嘅嚇。嗱，呢啲樹上熟嘅，攞翻屋企唔係即刻食嘅，要擠落啲米缸裏邊要埋一埋佢，埋幾日先熟嘅，好香嘅嚇，出梅花點好靚㗎啦，絕對純天然嘅，唔好貴喎，2.5元一斤啊，2蚊俾一斤啊，好平啊！今日呢個活動我哋各位商家們咧打折㗎啦，咁啊稍後時間記得多啲幫襯一下，全部打折嘢嚟㗎。咁啊，另外咧提醒各位稍後時間咧，我哋除咗有水上集市開啓之外啦，舞台部分，我哋仲準備咗好多精心準備嘅文藝表演節目俾各位㗎。OK， 好啦，現場嘅好朋友嗱，呢個時間啦，我哋又一邊賣嘢一邊睇嘢，嚟個吆喝！大家唔買都過嚟睇睇啦嗱，今日嚟到我哋新教風水寶地，唔買都過嚟睇睇，睇完之後記得買翻幾下，買翻幾斤啊！咁啊，同時咧，我哋舞台上面嘅表演節目即刻開始啦。呢個時間，大家擔凳仔霸頭位睇演出。首先出場嘅係我哋入選佛山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嘅新教鹹水歌。嗱，今日咧，我哋現場除咗新教市民朋友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遊客係慕名而嚟㗎。咁我哋都係趁住呢個機會，同各位安利一下、宣傳推廣一下我哋新教非遺鹹水歌嘅嚟源啊！咁啊，我哋新教鹹水歌又稱作彈歌、木魚歌，已經有百幾年嘅歷史㗎啦。咁啊，鹹水歌嘅分佈咧好廣泛㗎，喺我哋南番順等地啦、中山、珠海啦、港澳地區都有鹹水歌嘅。咁鹹水歌咧流行喺官府嘅地區，尤其咧珠三角圍城㗎。咁其實咧喺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啦，啲漁民喺打魚嘅時候咧，肯定會會船嘅嚇。咁啊，大家有咩偈傾咧？冇咁多傾㗎，咁唱歌為主㗎。咁啊，唱歌咧就表現形式好生動㗎啦。咁啊，有水鄉風情嘅。另外咧，我哋新教轄區水網密佈啊！咁啊，聽聽我哋各位新教嘅靚女們咧，為大家帶嚟呢個鹹水歌先。首先有請各位表演者登台。坑死嘢！嗱，我哋喺2024年啦，新教鹹水歌係入選咗佛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嗱，而我哋鹹水歌嘅傳承人蘇杭老師喺今年亦都入選順德區第10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嘅傳承嘅名單，可以講係新教鹹水歌已經係成為我哋順德乃至大灣區嘅活化石。好啦，下面有請新教舞蹈隊帶嚟鹹水歌表演《木棉花開映水鄉》。木棉花開映水鄉咯，新教美景好風光咯，水鄉年年嘅春意蕩咯，鄉村嘅美景還有樣咯。木棉花開三月天。
好，多謝各位帶嚟呢一個精彩嘅服裝秀啊！嗱，接落嚟咧，大家一齊將我哋嘅目光投向到河岸上邊。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河岸上邊已經係準備就緒啊！嗱，我哋準備接新娘啊！呢個水上婚禮，水上接親啊，準備開始啦！水鄉有佳人，婚嫁有雅韻。嗱，我哋順德嘅水上婚禮咧，亦都係源於疍家嘅呢個民族㗎。呢個風俗㗎，咁有住幾百年嘅人攞歷史㗎啦。最早嘅時候咧，可以追溯到明清嘅時候㗎。因為順德嘅大家人咧，世代以船為家，逐水而居，所以咧形成咗獨特嘅、獨具特色嘅呢個水上嘅婚嫁習俗。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係馬上有請倫教三洲鹹水歌隊將會為大家帶嚟呢個水上婚禮表演。嗱，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哋新娘已經開始嚟到舞台上面啦。呢個新娘。呢個新娘啦，佢話希望大家多啲早啲見到佢嘅尊容，所以咧頭紅頭紗都唔敢㗎啦。咪等大家睇真啲啊！好嚟啦，準備開始喎！嗱，嚟自我哋三洲鹹水歌隊為大家帶嚟。你嗌佢開咪咪快啲影相啊！水上婚禮表演嚟啦！咪住，開始啦，係嘛？大家見到咧，我哋呢隻迎親船上面咧大妗姐喺前邊。呢個媒人啊嘛，媒人大妗姐啊，大妗姐已經企喺前邊啦。現場嘅觀眾朋友，你哋好，依家是個好地方啊，一開兩岸啊好輝煌啊！今日舉辦水鄉嘅文化節啦，四方賓客咧嚟觀光，歡迎你哋嚟。開船啦！白粥開由頭啊你，順風又順水啊你，好你會呀咯，有隻婚艇啊就入廠咯，艇上掛住個大燈籠啊，艇上有媒婆引咯，引得水鄉文化咧。笑味呀香，你哋好，我又好啊你，我哋新打呢個兩頭鈎，我哋男家鈎住啲女家家兜，我問我係邊個係親呢日係親大頭啦，請回答我。華窗啊咯，斗窗攞嚟坐新家肚咯，二窗漏嚟將佢嫁嚟將啊咯，這又話好啊咧，你別捉開燈啊咧，就有你娘啊好謝啊來，人生你順風啊咧順水。順到個咪你咯頭啊咯，會又好啊咧，我頭上好看啊咧，二上好站下咯，我拉咗啊咧兩張，只
你轉頭彎彎又轉尾彎啊咯，轉頭又對紅燈籠啊，轉頭又條眼嬌板咯，趁妹腳到嚟晚呢晚啊咯，會又好啊咧，我拋張落地轉開花咯，花開富貴行啊福啊家，水香婚禮啊陪伴你咯，開心快樂啊笑呵。我新哥結婚啦，心頭開啦，我記得阿媽10月又懷胎啦。全家咪向樹啦。知恩就唔再話咯，父母啲恩情代代呀傳。新家結婚啊，財花枝啦，八仙蓋到就又摸黑葉嚟呀知啊，好多紅酒利是就怕滿時咯，逐個早日就做生阿姨啊。我新哥結婚要梳到啦，梳到利是啊要你俾啦，我一梳梳到尾咯，二梳梳到白髮又凄美，三梳梳到子孫企滿地咯，祝我哋夫妻過順你不分離。婚期又到女家頭咯，快啲接個新娘返到男家嘅豪門樓啊！祝願佢哋夫妻同心合力一齊奮鬥咯，歸家創業咧，和諧幸福永無憂咯。嗱，我哋嘅水鄉婚禮開始敬酒啦！黃妹女。水鄉婚禮辦得好啦，新界各位大家就樂滔滔啊，齊來觀個咧水鄉婚禮咯，歸家享受咧，樂也滔滔咯。好，有請我哋新郎哥、新娘子同家公家婆敬酒熱茶。好，阿爸飲茶飲酒啊！你夫妻情義讓你雕塑咯，你夫妻有情就好腳咯，日間通食夜嚟湯醬咯，首先飲茶，好嘅，你中意飲茶，就開啦。